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8月2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，尼希米记第9章第1节到15节，以弗所书第5章21节到第6章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关系。关系如何会影响事情的结果？所以有些人就喜欢说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没关系就有关系。以色列人经常的离开了上帝，在离开上帝的这一段期间，当然跟上帝的关系就是疏离的。一旦他们认罪悔改，回到上帝的跟前，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就再度的被建立。通常离开上帝的关系，就是与外邦的偶像建立了关系。如同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9章第1节到15节，记载了以色列人的认罪，他们再度的回到与上帝的关系上面。民众认罪，这是这月的24号，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禁食，为他们的罪忧伤。他们已经跟所有的外族人隔离了，他们穿麻衣，撒尘土在头上，表示悲伤，然后站起来承认自己和祖先所犯的罪。有3个钟头之久，他们站着听上主他们上帝的法律。接着3个钟头，他们认罪并敬拜上主他们的上帝。有一个讲台是为了利未人设的，上面站着耶稣亚、巴尼、甲妙、示巴尼、布尼、示利比、巴尼和基拿尼，他们大声向上主他们的上帝祷告。利未人耶稣亚、甲妙、巴尼、哈沙尼、示利比、何地亚、示巴尼和比他西亚为开始敬拜做宣召。他们说：起立，赞美上主你们的上帝，要永永远远颂赞他，他的名超乎一切颂赞和赞美，愿人人赞美他荣耀的名。认罪的祷告。接着以色列人做了这样的祷告：上主啊，唯有你是上主，你创造天和天上的星星，你造了地和其中的一切，海和其中的生物，你赐生命给万物。天君都向你敬拜，你造了地和其中的一切，海和其中的生物，你是生命给万物，天君就都向你敬拜。你是上主，是拣选亚伯兰的上帝，你带他出巴比伦的乌尔，把他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。你知道他对你忠心，你与他立了约，你应许给他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的土地，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、革迦撒人的土地，作为他后代居住的土地。你信守你的诺言，因为你公义。你看见我们祖先在埃及受苦，你听见他们在红海呼救。你行神迹奇事，敌对法老王，敌对他的官员和他国中的人民，因你知道他们压迫你的子民，
你由此得了至今仍在的名声。你为你的子民把海分开，领他们在干地上走过去。你把追赶他们的人抛进了深水里，好像把石头沉入了怒海中。白天你用云柱引领他们，黑夜你用火柱照亮他们的路。你从天上下降到西乃山，对你的子民说话，你给他们正直的典章法律，可靠的教训和诫命。你要他们守你的安息日为圣日。你借着你的仆人摩西颁布法律诫命，他们饥渴，你从天上降下食物；他们口渴，你从磐石涌出水来。你许诺赐给他们的土地，你吩咐他们进去占领。当人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正确的时候，就必蒙福得救赎，就如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。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书信当中提到了几种的关系，从夫妻的关系谈起，他谈到了其他两种的关系。除了夫妻的关系之外，保罗也谈到了父母跟儿女的关系，也提到了奴隶和主人的关系。但事实上，无论是什么样的关系，其实重点就是在跟上帝的关系建立。以弗所书第5章21节到第6章的第9节，保罗这样的提到你们要彼此顺服，因为你们是敬畏基督的。做妻子的，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好像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正如基督是教会他的身体的头，也是教会的救主。正如教会顺服基督，妻子也应当凡事顺服丈夫。做丈夫的，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，好像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命一样。他这样做是要借着他的话，用水来洁净教会，使他荣美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没有任何污点和皱纹，好献给他自己。丈夫应该爱自己的妻子，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。爱妻子就是爱自己，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，他总是保养照顾他，正如基督对待教会一样，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圣经上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跟妻子结合，两个人就成了一体。这经文启示了极大的奥秘。我指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说的，可是也可以应用在你们的身上。丈夫必须爱妻子，像爱自己一样，而妻子必须敬重丈夫。做儿女的，你们要听从父母，这是基督徒的本分。要孝敬父母，你就事事亨通，在世上享长寿。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。做父亲的，你们不要激怒儿女，要用主的教导来养育栽培他们。做奴仆的，你们要战战兢兢，专心服从世上的主人，像侍奉基督一样。不只在他们专注的时候这样做，想讨他们的喜欢，而是做为基督的奴仆，要从心里来遵行上帝的旨意。你们要甘心乐意的尽奴仆的本分，像是在服侍主，不是服侍人。要知道，无论奴仆或是自由人，主都要照个人的好行为报答他。做主人的，你们也要好好的对待奴仆，不要威吓他们，
要知道，你们和你们的奴仆同有一位在天上的主人，他要用同样的标准来对待每一个人。新的诫命强调的是人的关系，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上帝的关系。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，我多么爱慕你的法律，我整天不断地思想它。你的命令时常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更明智。我比我所有的教师更通达，因为我思想你的教诲。我比老年人有智慧，因为我遵守你的命令。我远离了一切邪恶的行为，因为我要服从你的话。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诫，因为教导我的是你。你的训言多么的甜美，在我口中比蜂蜜甘甜。我从你的法律获得智慧，因此我憎恨邪恶的行为。感谢上帝呼召我们，拯救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跟主建立良好的关系。恳求主帮助我们常读圣经，勤祷告，与主维持亲密的关系，明白主的旨意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